梁振英先生你好，我就係香思自然學校嘅學生，已知道你獲選為下一屆嘅特首，但好可惜，直至今日為止，我哋小朋友嘅聲音都冇機會被梁振英先生你直接聆聽到，所以今日我哋藉住學校踏入5週年嘅慶典，我代表全校嘅師生向你表達一下意見同訴求。我哋係一班好熱愛大自然嘅小朋友，喺自然學校讀書係一件好開心嘅事，因為可以經常接觸到大自然，玩水、爬樹、行山、露營同柴火煮食都係我哋好鍾意做嘅事。而且當你發現到一個從來都未接觸過嘅植物或者昆蟲嘅時候，你都會忍唔住去認識同埋了解佢。大自然教識咗我哋好多嘢，我哋不單止尊重自然，甚至視自然為我哋嘅母親一樣。我哋唔知道咩叫地產霸權，但係就知道大自然係唔可以用錢買，大自然嘅美麗係應該人人共享。但最近呢一年，我哋知道好多嘅自然環境都被計劃成地產項目，甚至已經遭受到破壞，例如西貢西灣、大浪灣、御景灣、烏溪沙、大埔坳松仔園同埋我哋嘅青山灣泳灘等等，而且好多嘅農地都被改變用途，而政府就好似一個旁觀者，漠不關心。孩子需要大自然，就好似需要母親一樣咁重要。世界人權宣言中宣布，兒童的成長和幸福的自然環境應獲得必要的保護和協助，以充分負起他在社會上的責任。根據世界兒童公約第29條E，締約國一致認為，教育兒童的目的應是培育對自然環境的尊重。香港身為公約成員之一，但似乎就無視呢一條公約。梁振英先生以及各地產商發展商嘅負責人，從年紀睇嚟，你哋就好似我哋嘅公公爺爺同伯伯一樣。地產項目曾經主導香港嘅發展，但係而家係時候改變。梁伯伯，你講過好關心香港嘅下一代，我而家就以香港下一代嘅身份講俾你哋知，孩子需要嘅係大自然、新鮮嘅空氣、蔚藍嘅天空、清澈嘅海岸、綠色嘅生態，同埋對土地嘅一份尊重。所以今日我聯同其他5位同學，將會以5日4夜毅行方式，由西貢行到屯門，希望我哋小朋友嘅訴求可以獲得你聆聽、重視同埋以實際行動回應。我哋會喺4月1號就返到屯門嘅校舍，到時候會有個開放日，歡迎大家嚟參觀，一齊分享我哋5年嚟嘅學習成果。